今時今日要創業要發達，最緊要係咩？係橋係錢定係人脈？如果我同你講有個機會可以同世界首富馬斯克 Elon Musk 一齊搞 project，仲即刻委任你做亞太區 CEO，你係咪覺得發達嘅機會嚟啦？但係如果代價係要你先俾20萬出嚟，你又點睇呢？今日我哋要講嘅就係一位香港年輕人嘅馬斯克創業夢。主角陳先生化學系畢業，一心諗住創立自己嘅科技公司。大學畢業之後，佢仲專登走去澳洲讀埋個商業碩士，諗住裝備好自己，返香港大展拳腳。點知學成歸來啊，一個電話就改變咗佢嘅人生。打俾佢嘅係佢大學實習時嘅老闆唐小姐，佢話有好嘢益佢，一個超級大 project， 有幾大啊？大到投資者係 Elon Musk 㗎。唐小姐話佢同馬斯克簽咗份合約，馬斯克對投資中國，特別係深圳嘅企業好有興趣，尤其係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呢啲範疇，而佢間公司就啱啱好踩中晒呢幾範。不過要啟動呢個計劃呢，就要先俾一筆大約20萬蚊人民幣嘅美國技術資金，而呢個重任就交俾我哋嘅主角陳先生啦。哇，世界首富喎！要投資一間深圳嘅不知名小企，竟然會爭嗰20萬蚊，仲要指定經一個香港人嘅戶口去過數，成件事聽落係咪有啲難以置信呢？但係偏偏陳先生信咗，佢唔單止信呢，仲要周圍去借錢啊，甚至問埋按揭啊，死慳死抵咁啊，籌咗呢20萬出嚟嘅。咁點解佢會咁信唐小姐？原來佢哋嘅淵源要由5年前講起嘅。當時仲讀緊大學嘅陳先生係去咗唐小姐間公司實習。呢位唐小姐自稱深圳人，哈佛大學博士，表面上好樂意提攜後輩。陳先生喺實習期間好落力咁幫手研發產品配方，交晒設計圖 formula， 1毫子人工都冇收過。點解做免費勞工都咁搏命呢？因為唐小姐不斷同佢講，公司好快就上市，下年又下年，到時會分股份俾佢。一個上市夢咧，就令陳先生仆心仆命嘅。佢甚至利用自己科大學生嘅身份咧，幫公司進駐香港科技大學喺前海嘅園區。點知換嚟嘅結果係間公司其實得唐小姐自己一個，最後陳先生仲要倒貼3萬幾蚊違約金幫佢埋單。有咗呢次教訓呢，照計應該會醒目啲啦。點知1年半後，唐小姐一個電話又係講上市，又係講股份，再加多個馬斯克嘅光環啦。陳先生個創業夢又再被燃點。唐小姐仲 send 埋美國上市時間表，星光熠熠嘅技術團隊名單俾佢睇。咁除咗馬斯克，竟然仲有香港科技大學校長葉玉如教授，同埋一位所謂嘅香港生物科技教父盧玉林教授。於是陳先生就將借翻嚟嘅20萬過咗數俾唐小姐指定嘅一個戶口。但係錢過咗之後，唐小姐就開始玩失蹤，電話唔聽，信息唔覆。陳先生去公司舊址同屋企都揾唔到人，佢再問下身邊嘅人，就先發現中招嘅可能唔止佢一個。呢個時候，陳先生先開始仔細睇翻啲資料，佢發現呢位唐小姐嘅社交媒體啲相全部都好似 AI 合成咁，冇乜真人相。而間所謂嘅生物科技公司官網呢，click 入去呢，竟然係一個線上嘅小說網站。喂，生物科技同線上小說，除咗個科字，我真係諗唔到有咩關係啦。可能佢哋研究緊嘅係科幻啊，小說啦，唔係科學嘅技術啦。東張西望嘅記者之後都有打俾唐小姐問過，究竟一聽到20萬呢2個字，唐小姐即刻口窒窒，然後咧就開始耍太極，話盤數係公司嘅事。仲話陳先生身為 CEO 應該由佢嚟解釋，唔係問佢。即係我借錢俾你，出咗事要問翻我自己。呢個邏輯我諗連 ChatGPT 都理解唔到。最後唐小姐梗係匆匆收線啦。最爆嘅係事後唐小姐竟然喺社交媒體出 post，話有人惡意誹謗佢，仲話我哋冒充香港電視台要求馬斯克幫佢澄清。喂，馬生好忙啊，又要搞 X 又要搞火箭，邊有時間理你呢單嘢啊？至於嗰20萬呢，
唐小姐就話錢唔係入佢袋，而係入咗個黃先生嘅戶口。呢位黃先生咧就係個地產經紀啊，又自稱做個科研啊，背景相當複雜。記者問佢啦，佢就話只係幫手轉賬啊，仲話陳先生自己都有玩比特幣啦。總之就將件事講到雲淡風輕。而我哋嘅主角陳先生幾年嘅心血換嚟一身債，最心痛嘅係佢當年辛苦研發出嚟嘅配方，竟然俾唐小姐放咗上官網，用嚟繼續呃人。佢話之所以要報東張呢，就係想更多人知道呢件事，唔好再有下一個受害者。所以話呢，發達夢人人都想發，但係當個機會好到難以置信，仲要你先科水嘅時候呢，最好都係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因為跌落凡間嘅未必係餡餅，好可能係陷阱。今集東張八卦就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